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7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讨论一个真要紧的事。这个事咱逐工在讲，台语界嘛真接讨论。国语内底读作随便，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读作凊彩。凊彩这两字，有人讲有音无字，但是到底有字也无字，咱今日就要来讲互清楚。有人讲国语的随便，台语就爱写这两字，读作凊彩，意思就是采用你的凊仔。针对这个讲法，我完全无法度接受。小张伫以前的节目内底捌讲过，我是菜市仔大汉的囡仔，阮兜就伫做土豆的生意，只要是甲买卖有关系的，无人伫讲凊彩这两字的啦。安怎讲？卖的人想要加趁钱，买的人想要抬价销，哪有可能凊彩？无要紧，有两个问题，咱一定爱来讨论。第一，为虾米爱倒装？是安怎无代无志，都爱甲字刷来刷去？第二，敢有文献会使支持这款的讲法？相信问这两个问题并无过分。咱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。有人讲字爱刷位，就是因为声调无好听，所以咱即马就对声调开始讨论起。这个字读作彩，本调是第二调，转调了后就爱读作第一调。采用你的凊仔，简化了后就爱写作彩凊。第一调甲第三调，这字凊本调是第三调，但是因为是上尾字，所以毋免变调。彩凊两字斗起来，声调就是西坝。西坝的声调，敢有影无好听？敢有影安尼，就爱甲字刷位，小张无法度接受。伫咱的生活当中，有真侪事真接讲到，声调嘛拢是西坝。比如讲，翕相进前就爱取景。小张做囡仔的时阵，上讨厌考试。囡仔的笑容上可爱。大人大种啊，有家己的主意。即几个事的声调嘛拢是西坝。小张毋捌听过有人讲，因为西坝的声调无好听，所以取景就爱读作景取，考试就爱读作试考，可爱就爱读作爱考，主意就爱读作意主。即种的讲法完全无道理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即两个问题：为虾米彩凊就爱倒装读作凊彩？啥物讲西坝的声调无好听，所以字就爱刷位？即款的讲法实在是讲袂通啦。第二，到底有文献还是无文献？小张伫即个所在真负责任的甲大家报告，不管是凊彩也好，彩凊也罢，伫文献内底拢无即种的写法。凊彩即两个字伫咱的生活当中真接用到，但是咱拢袂晓写。咱来看教育部安怎甲咱教。教育部的凊彩就写即两字，下骹的解说随便无讲究，马马虎虎。这个解说咱拢清楚嘛了解，但是咱无法度理解为虾米教育部的凊彩爱写即两字。若有人知影的，麻烦甲小张解说一下。除了教育部以外，伫民间嘛有真侪版本的凊彩，其中即个版本真侪人讨论，但是敢有道理？即两字读作凊彩，意思就是请你裁决。那安尼，甲教育部的解说是毋是完全无共款？小张认为即两字实在真无道理。过来，听讲潮州人甲客人的凊彩就是写即两字，但是小张在所学浅，潮州话甲客话参一句都袂晓讲。所以即两字的音，小张无法度讨论，但是照字面上的意思看起来，嘛是甲咱的凊彩无相像。过来，即两字咱嘛有需要来讨论一下。安怎讲？因为即两字出现伫诗经内底，诗经伫咱汉学的地位，毋免小张加讲话。即两字可能的读音会使读作参差、参差、参差、参差。即两字是啥物意思？专家讲不济毛。因为历朝历代拢有专家学者甲后人伫研究，
所以讲，即个意思要走正去的机会，小张认为是无可能啦。咱若要知影凊彩的正字安怎写，咱就爱先来讨论一个真要紧的问题：到底凊彩是啥物意思？教育部就写甲真清楚啊，你敢看无？有啦，是写甲真清楚啦，但是凊彩到底是啥物态度的凊彩？你讲安尼我就听无啊，是王公贵族的凊彩，还是贩夫走卒的凊彩？你讲安尼我听搁较无，无要紧，小张来举例说明一下。郭台铭、郭党的凊彩，甲小张的凊彩，敢有共款意思？敢有共款的态度？小张认为，凊彩的态度就分做两种。第一种的就是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句话是30几年前的广告台词，小张甲借来用。有法度来到这个境界的人，拢是有权有势、有钱有力的人。这个人占人口的1%以下。第二种的态度就是只要还可以，我什么都喜欢。这种的人大部分拢是无权、无势、无钱、无力，但是这种人的人口占超过99%。咱要来讲的凊彩，绝对毋是第一种的，因为第一种的人，这种态度叫做随心所欲；第二种的态度，才是正港的凊彩。那安尼，教育部讲的这3个解说，敢对？拢对，但是态度爱讲互清楚。咱要讨论的，毋是王公贵族的凊彩，咱要讨论的是芸芸众生的凊彩。所谓芸芸众生，就是打仓卖菜的艰苦人。这种的凊彩是无可奈何的凊彩，是不得已的凊彩。伫古早时代，大多数的人拢是艰苦人，但是时代在改变，社会在进步。即马中产阶级的人占大多数，中产阶级的凊彩，甲古早艰苦人的凊彩已经无共款啊，已经无迄个无可奈何的意思伫内底，嘛无不得已的态度伫内底。无要紧，咱今日要来讲的，就是古早艰苦人的凊彩。咱即马就来讨论古早艰苦人的凊彩。凊彩这两字到底安怎写？咱先来讲这字彩。小张认为应该就爱写这字，伫中文内底有记录。这个字读作冲在切，读作彩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这个字有足侪意思的，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皇帝。咱来看西汉时期的文献，伫《雍正方言》第13条内底有写这句话，这几字拢是同款的意思，拢是皇帝。咱来讨论第一个字。这个字读作蔣，这款的皇帝较悬，占地较宽，看起来就较气派、较豪华、较水。这款的皇帝，大个就是古早的王公贵族。咱来讲第二句话，真近之间为之浑。这个浑就是荒郊野外，土面有小可碰举起来。头前可能有踩一个王牌，有当时甚至参王牌都无。这款的浑。大个就是草民百姓。第三个字就是陪望的陪。其他这几字，各位若有兴趣，会使家己去研究。咱今日要来讲的重点，就是这个字，同款是皇帝，同款是待尸体的所在。这个尸体待了有妥当无？有下礼数无？对死者有够尊重无？还是凊彩呆呆的？咱若要知影答案。咱就要来看这字凊彩的凊到底安怎写。咱即马就来讨论凊彩的凊到底安怎写。小张建议应该爱写这个字，伫中文内底有记录。这个字初近切，读作凊，第三条的凊。第三条就爱转第二条，第二条就是好的声调，所以这两字斗起来读作凊彩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文献内底安怎写？咱来看唐文甲集文内底有写甲真清楚。近身衣也，讲的就是内衫甲内裤。伫礼记内底有一句话写了搁较清楚，穿近丝也。过往的人，咱就爱甲穿寿衣。伫寿衣的最内底沿有衬衣、衬裤甲衬袜仔。
那安尼，你就知影凊是啥物意思。咱即马来讨论凊土即两字，即两字是啥物意思？若是按照同韵甲集韵的解说，凊土就是近身土野，这啥物意思？这就是伫讲艰苦人因为处理较无方便，刚去台的时阵，参观察都无，因为无观察，即个土直接就嵌伫尸体顶悬。即种的埋葬方式是毋是真凊彩？是啊，是毋是真无讲究？是啊，但是无法度啊，因为能力无够，条件无好，当然就是爱安尼啊。这就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凊彩，这就是不得已的凊彩，这就是艰苦人的凊彩。咱来讲文献，这篇文献是南北朝的颜氏家训，其中一篇叫做章节。咱来读即句话：载伊笔甲车，凊土而下，平地无痕。即个笔甲车是啥物物件？可能就是生做安尼，尸体囥伫顶悬，车啊塞咧就行，讲偌凄凉就偌凄凉。凊土而下，拄则已经讲过啊，就是无观察的意思。平地无痕是伫讲啥物所在？就是伫讲墓地。即个墓地，咱就会使用即个字读作彩。只要是文献内底有写的字，做你家用，免惊。即个彩是好啊歹，会使甲你讲足歹。安怎讲？咱拄则有讲到坟，即个坟的土面有小可膨鼓起来，内底大的是草民百姓。即个彩真可怜，参膨鼓起来都无。咱继续来讲第二篇的文献，即个太平义览是北宋年间的文献。咱来读即篇叫做琉球。即个段落较长，咱来读即句就好。凊土而滨，尚不起坟，是毋是甲第一篇的文献一模一样？两篇文章拢用到即字凊，嘛拢用到即字彩。看完即两篇文献，相信各位拢有法度理解。小张讲的是古早时代艰苦百姓的凊彩，是无可奈何的凊彩。咱甲想看卖咧，身躯边上亲的人，人生最后一段路，结果是用凊彩的方式甲结束起来。看艰苦人偌无尊严，愈是无尊严的人，愈有即款的态度。只要还可以，我什么都喜欢。即款的人，你甲问啥物问题，伊拢凊彩好。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小张相信凊彩有音有字。第二，做买卖的时阵，绝对无人讲凊彩即两字，无大紧。不管是凊彩还是彩凊，拢无文献。第三，愈是艰苦的人，愈是无办法的人，愈凊彩。第四，凊彩的凊，就是伫讲古早的艰苦人落葬的时阵，参观察都无。第五，凊彩的彩，就是伫讲平地无痕的墓地。即两字甲斗起来，甲古早艰苦人万般无奈、不得已的凊彩讲甲清清楚楚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